歡迎收看客家名錄學院每日一客語新聞。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秀輝出席2024對論壇6對向前行發通報告，客委會將愛到各地辦理座談，鼓勵客莊鄉親提供意見，無論係客語文化保存、公共服務、創業創新等議題。同時也表示高鐵園會繼續推動移居計劃，希望後生人做得轉來客莊。雇主比講到，經濟統計歸台灣客家人口係466萬，不過在客莊嘅人大約超200萬，超過1半以上嘅客家人駛到都市去，因為族群無法脫離鄉下生活習慣、信仰、語言文化就無應該保存，故所愛樣辦保留客莊，維持客莊嘅生存環境，當地嘅產業經濟就十分重要，也係客委會當地嘅實忙做嘅方向。2024對論壇用6對向前行做主題，邀請地方創生青年霹靂工作站團隊同客莊返鄉青年團隊分享經驗同見解，希望本國裡參加嘅人深入思考就業環境、地方創生同返鄉青年嘅角色，透過大家向下參詳，促進6對地區嘅進步同發展。6對行出重要嘅一步。以上係客家名錄學院嘅報道，接下來愛教大家今本日嘅每日一客語就是後生人，後生人，後生人做得轉來客莊打拼，後生人做得轉來客莊打拼，唔學為忙，下一擺章來了。